我的心静静，全部听候上帝。我的拯救是对伊来，独独伊是我的石盘，拯救我的。伊是我的高台，我袂大摇动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今要来三甲吟诗学老上帝，圣诗第58首，天下万国众人着听。大家三甲起立来吟全首。会众请坐，咱即马大家压头，同心三甲来祈祷。亲爱阿爸爸上帝，阮伫过去一年，你的祝福为年初到年尾，丰丰富富的恩典之爱施落伫阮每一人的身上，互每一件事的发生的时，总是充满无限量的价值甲宝贵的意义。为这中间，阮学习着算小阮的年月，把握机会来服侍主，纪念主的恩，也思念阮兄弟姊妹的人情。回想伫每一刻，主用话语来鼓励阮，坚固阮的信心。每一个主日，主用圣洁的灵洗清阮，互阮带着望重新出发。阮无世俗的甜伴，会使伫透早来圣殿敬拜、学老，享受太阳的光、清新的空气、学老的诗歌、圣神的充满感动。启示，这是阮人生极大的祝福。才有办法得到这种心灵的丰富。阮因为安尼要大大献上阮的感恩。不过主啊，阮想到阮常常闪避帮赞别人的责任，来心着不安。想到阮家己所讲伤害人的话，阮心内痛悔。想到阮所存歹的念头，阮就满心见笑。对伫阮无关系不义，较无关心。若对家己有损害，阮就过头着急；对着别人的过失，阮过头的指责。但是对着家己做错的代志，阮就宽容家己。阮的行好常常是要互人看，毋是为着主来做，毋敢做歹，是因为惊去互看见。主啊！求你烧尽阮的邪恶念头，接受你完全的公义，除去阮的不义，互阮为歹习惯中得到讨放，赦免阮高高甜的罪，互阮较无圣洁属灵的生活。主，当阮无明白的时阵，
阮就选择相信主。当阮毋知影要安怎办的时，阮也是执意相信主，你依然听阮，求你恢复起初阮甲你立的约的信心，用你的疼甲你的鞭伤来医治阮每一个人的伤痕。因为你的疼超越了现在死亡，带来了胜利有春。因为安尼，阮的肉体病痛，求主用你的圣手亲自来医治恢复。阮死亡亲人的目屎，阮得到上深的安慰。阮有忧伤的人心灵，得到穿过苦难，带着愿望的祝福。阮家庭若有困境的，不管是事业、经济、亲情关系无好拄好的，靠主带路，互看到光明。阮教会下一代青少年，求主引带因学习正路，伫学业、事业、家庭面顶，拢会使做主的见证。求主你现在甲阮同在，牵阮的手。互每一人的心内渴望主你的应允，阮即马静静想要听你的声，你阮讲话启示。阮知影你伫阮的中间，你用你的方法，甲你设定的时间来成就这考验背后应允的祝福。尤其阮教会宣教的事工，主任牧师的聘任，事业体经营的方向。会友的服侍奉献的心志，拢交托伫主的圣手。因为主，你讲，阮伫福音的路上会重担劳苦，毋是枉然的。主的能力有够阮用，互阮所有的人的恩赐，成做别人的祝福甲帮赞，也是阮将来的勉流。阮目标跑走，哪用展翅？因为救恩属伫耶和华上帝里。愿今日四牧师带来主的启示，甲阮所有人的相通，也成做阮宣教跑走天路的快乐。阮祈祷无够也，阮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。阮天的父，愿你的名是，你的国，你的旨意在，你在咧亲像天里。阮的日食给予我，赦免阮的过犯，亲像阮赦免过阮的人。无你传日时，叫人带来他。因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代代无尽。阿门。主听阮祈祷。咱今晚要三甲来启应文第8篇，圣诗第27篇，记载伫圣诗后面第11页。启应文第8篇，我来启，大家来用。耶和华是我的光，是我的拯救。耶和华是我活命的快乐。虽然有军兵扎营要攻击我，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有一件事我捌对耶和华求，就是一世人徛伫耶和华的厝，因为患难的日，伊要暗中保护我。将我藏伫伊半平看白的所在，当我的头壳得到压起，
我要伫伊的宝瓶献欢喜的祭。耶和华，我出声求救的时，求你听。你捌讲，你着心无见我的面。毋通对我暗你的面。你平素是做我的帮站。因为父母离开我，耶和华求你用你的道路指示我。咱要过来吟诗俄罗上帝圣诗第310首美调，人生风雨扰动无停，请会友起立来吟全首。会众请坐。我
咱即摆要来共读上帝话，记载伫约伯记第23章第1到第10节、第8到第10节。约伯应讲：我到今日犹原反抗上帝，喙出怨言，伊沉重的责罚，互我哀叫袂停。但愿我知影倒落去找伊，知影找到伊大的所在，我要向伊讲出案情，为我家己申诉。第8节，但是我向东敲找上帝无伫遐，我向西敲找也找无着伊。上帝伫南工作，我无看见伊；伊伫北做代志，我也无看见伊。伊知影我的每一个骹步。第二处的圣经记载伫诗篇第13篇第1到第6节，现代中文译本是670页，旧约670页。13篇第1节，上主啊，你袂记哩，我要几时呢？永久吗？你无猜我要到几时呢？还阁有偌久？我爱忍受痛苦，互悲伤日夜捆绑我。还要阁偌久？敌人要向我耀武扬威。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看顾我，求你答应我，求你恢复我的气力，互我免伫死亡。莫应允我的敌人讲，阮甲伊拍倒啊！莫互因因为阮跋倒来欢喜。总是我靠你不变的慈爱，我要因为你拯救快乐。上主啊，我要向你唱歌，因为你是阮款待我。第三处的圣经记载伫诗篇第89篇第46节。上主啊，你无操我要到第时呢？到永远吗？你的生气亲像火咧烧，要到第时呢？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话去行的人。今日咱四牧师要带咱来分享上帝话、上帝的信息。稳重的上帝，稳重的上帝，神隐上帝，请咱大家恭敬来领受上帝的话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小五讲一句话：人生不如意事怎么样？十常有八九。确实。上帝今日也常常伫这八九的中间，咱在学习成长，体会经验上帝的恩典。咱做伙来祈祷，听阮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是引带阮，带阮行过人生，无论是欢喜、悲伤，还是有啼笑，还是有流目屎的时间的上帝，主。感谢你通过圣经的记载，通过你家己的话来引带阮，祝福阮伫无论什么时刻，阮拢会当体会到上帝，你是时时甲阮伫地的上帝。信心上帝，只是阮欢迎你来，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，通过你家己的话，阮每一个人来讲话，互阮所讲也是听的人，阮拢会当得到帮助甲利益。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看到咱今仔日所读的三大圣经节，第一位讲到约伯记23章第8节到第9节、第10节，伊讲：看啊，我正前去，伊无伫遐；我退后去，也无看见伊。伫倒边伊伫行代志，我无看见伊；伫正边伊伫阮目，我也无看见伊。总是伊知我所行的路。伊试验我了后，我要亲像
过锻炼的金。约伯伫即节圣经节，伊所讲的伊，就是讲到上帝。这是约伯伊对上帝的感觉。第二个所在，诗篇13篇第1节有讲：耶和华啊，你袂记得我，要偌久啊？到永远吗？你毋面毋看我，要偌久啊？这是大别，伊感觉上帝毋面无爱看伊。这就是大别对上帝的感觉。第3位的圣经，诗篇89篇46节：耶和华啊，你要偌久家己困目，到永远吗？你的受气亲像火岛，要偌久啊？这是以色列人以探的话。以探，伊伫即节圣经节有对上帝有一个感觉，伊感觉上帝伊来稳重，而且毋知爱有偌久的时间。请兄弟，这30个圣经节是无同的作者所写的，总是因拢有一个相款的感觉，就是上帝伊稳重起来，好亲像上帝无去啊。对因所发生的代志，无爱插因，无爱看因，离因足远足远的。另外，这个的人，还佫有一个共同的点，就是因拢拄好伫苦难的中间。伫苦难中，因发现上帝无爱看因，无爱插因。兄弟，伫苦难中就已经真苦啊，还佫要加上上帝佫无爱插因，因的感受真正是苦上加苦。一个属上帝的人，伊行到伫即个地步，各位若是咱佫要信上帝无？到底咱的上帝是通信也袂通信？感谢主，伊将这个受苦的人的心声写伫圣经内底，就是要互咱会当对因的经验中，会当知影为什么这个人因伫苦难中，因无放下即个信仰，毋若安尼伫苦难中，因搁较是起调伫上帝，好亲像看袂到的上帝，伊确实是甲咱同在的。因为第一个，上帝是听人来讲的上帝。咱对这个经文，咱会当看到一个事实：无论是约伯，还是大卫，还是以探，因伫受到苦难的中间，因拢有一个共同的表现，就是因将因心内所有的感觉，拢会当上帝讲出来。我想，这就是上帝将这个人的经验所记载伫圣经的原因。要互咱伫读圣经的时知影，无论咱拄着偌尼啊大的困难，只要咱起调伫主，咱一定会有出路。对这个圣经的作者的话中，咱会发现，这个人因将因的痛苦完全主来讲，有啥物感受，有啥物感觉，伊拢将直接主来讲。伫咱人生在世，咱加加减减拢会拄着艰苦，也是讲拄着苦楚的事。牧师要甲大家讲，咱爱将咱内底遮的苦，爱甲伊讲出来，毋通藏伫咱的心内。因为人若是常常将足济痛苦藏伫咱的心内，累积起来，这是一个真危险的代志。因为累积久啊，会成做一个炸弹。煞接只要有一点点的代志发生，迄就亲像火药共款，会将咱内底迄个炸弹来引爆，就不得了。圣经内底这个人物真好，因将因的感受也是感觉，这个互因感觉真毋好的所在，因拢甲伊讲出来，就是将心内的感觉甲主讲，将困扰因的感受真清楚甲主来讲。当咱在读今仔日的圣经节的中间，咱会发现有的话足相像，就是讲主啊，到底要到伫时啊？敢是到永远吗？还佫有偌久啊？这作者写这话就表明，因伫苦难中已经要挡袂牢啊！请兄弟，
挡袂牢要安怎？挡袂牢要安怎？甲主讲，甲你边仔人讲，挡袂牢的是甲咱的主讲。咱毋通变假装啦毋通假做家己无问题啦，我足好诶啦，我足会当忍耐啦，我足 OK 啦。请咱人必须爱信任。咱虽然咱忍耐程度，咱逐人拢无共，总是人的忍耐一定有限度。就算是上界属灵的人，伊的忍耐嘛是有限度。所以当咱伫读这个经文的时，咱会发现两件代志。第一个，就是当这个人伫问上帝，为什么因来稳重？为什么面无爱看因？其实这个经文问的这个经文真可宝贵啊！因为伊连人即种的感觉，平常时咱对别人讲，你若无爱插我，咱拢歹势讲。竟然会当将平常时咱拢毋敢对别人讲的话，伊会当对伫上帝面前完全没有伪装没有掩饰，安尼来甲上帝讲。阁有遮个人将一切不满，伊真实来主讲出来。圣经记载，上帝无责备因呢，无责备因而且这嘛甲咱启示一个道理，就是咱的上帝永远伊的囝儿，会当将咱心内一切感觉伊来讲。对感觉主对阮好的咱甲主讲真欢喜。有当时咱嘛感觉上帝无对我足好呢，这咱嘛会当主来讲，这就是咱的上帝。伊就是遮尔善良、怜悯、疼咱，咱就是需要有即种的会当甲咱讲话的对象。总是真可惜，伫即个世间要找到一个安尼的人真无容易。所以，如果咱若是有一个真知己的朋友，咱啥物拢会当甲伊讲，一定爱真珍惜伊。要找到一个会当常常听咱来讲的人，真正是无容易。因为有当时咱拄到的代志，也是甲咱生活的环境有真侪代志真复杂，真麻烦。遐代志有当时讲出来，亲像是粪扫共款。其实咱无人真爱做别人的垃圾桶。所以感谢上帝，咱的上帝，伊愿意听咱来讲。咱感觉上帝对咱好的咱甲上帝师奶好讲上帝好话，上帝愿意听。甚至咱感觉上帝对阮无好，对咱无好，咱误会伊的，咱对上帝不满，咱嘛会当甲主讲，主嘛愿意听。所以愿咱每一个人会当知影把握即个稳定，就是当咱在拄着困难的时，甚至感觉上帝好亲像哪会无看过我的事，咱犹原爱将咱的心事甲主讲。虽然有当时上帝好亲像稳重，其实伊犹原在听咱，伊犹原通信。第二个就是因要讲的第二件代志，无论是约伯还是诗篇的这个诗人，伊甲咱，互咱看见第二件代志，就是上帝一直拢伫遐。上帝一直拢伫遐，无错。咱看这个作者，因上帝。因是伫上帝讲因的心事，甚至是表达伊对上帝的不满。总是当咱伫读这个话中间，因有一个共同的所在，因有一个对象，就是因知影上帝一直拢伫地。因知影上帝一直拢伫地。这个人伫艰难的中间。上帝虽然好亲像无在看顾因，无在插因，虽然好亲像因来稳重起来，而且是真长的时间在稳重，总是这个作者因犹原相信上帝，因为因知影上帝一直拢伫地。是啊，上帝犹原伫地，因为伊是够真够活的主。虽然有当时好亲像无回应，无插咱。无应允咱的祈祷，其实伊直直拢伫地。咱一定爱认清楚，爱知影即个道理。毋是咱的祈祷马上有回应，
咱才感觉上帝伫地。其实上帝好亲像无对咱来讲，好亲像无听咱的祈祷，无插咱的代志的时，咱来知伊永远伫地。好亲像约伯，伊伫23章第8节到第9节有讲：看我正前去，伊无伫遐；我退后去，也无看见伊。伫倒边，伊伫行代志，我无看见伊；伫正边，伊伫点灭，我也无看见伊。约伯伊讲，伊看袂到上帝，总是伊知影伊伫遐。有机会，咱若是去伫公园佚佗，吼，带细囝去公园佚佗的时，咱会看到有当时爸母带囝儿去佚佗，咱有看到一个画面，就是爸母甲囡仔伫玩捉迷藏。有当时爸母就挑故意密起来，要互囡仔去找。囡仔有当时找着就足欢喜，有当时爸母较密较好的时候，找袂着的时，囡仔安那就开始惊、戆啊就会慌张，开始乌白找、乌白走，结果跋倒就开始哭。这个时阵，有的爸母会马上走出来，总是有当时有的爸母伊永远密伫遐，直直咧看伊的囝到底有啥物反应无？有当时咱讲到即种爸母，哎哟，咱毋较紧去甲囝扶起来，有淡薄仔残忍。总是有的爸母伊就是伫安尼中间，伫训练伊的囝儿独立，要互因家己行路。虽然跋倒啊，嘛爱安那，家己爱爬起来，继续往前来行。所以咱就看见爸母虽然无马上出手来甲伊扶，总是因的目睭安那，直直看着伊的囝伫倒位，到底咧创啥？伊看足清楚，也听着因咧哭。总是伊却无爱出手，伊就是毋茫囡仔会当学习，去互爸母无伫身边，拄着困难的时，要安怎来处理？其实爸母一直拢伫地，只是即个细囝伊看袂着伊的爸母尔，暂时看袂着尔。同款的道理，虽然咱看袂着上帝，上帝一直拢伫地。最近我有看到一个网络的故事。伊的题目叫做“基督徒未发生意外”，基督徒未发生意外。这个故事安尼写：有一个老先生，伊拄着车祸，受重伤，佮昏迷，互人送去病院。有一天，伊伫昏迷起来，醒过来，这个护士小姐看到伊，就甲伊笑讲：“啊，老先生，啊，你毋免惊啦，你只是拄着一场的意外即马拢无代志啊啦。”这个老先生受一个就笑笑甲伊讲：“护士小姐，谢谢你啦，我是基督徒，基督徒只有发生事故啊，未发生意外，因为一切拢有上帝美好的旨意。伫人的眼光看，车祸拢是咱意料之外的代志，所以咱拢甲伊称作意外。总是咱要知，咱做基督徒，伫上帝眼中是无意外发生的事情，因为所有的代志拢是上帝有允准，伊所知影，伊所让，也是所允准，才会发生伫咱生命中。因为伊的目的就是爱互听主的人会当得到利益，也互咱伫遐苦难中，咱会当来帮助家己，拄起迄个老的自我。互咱的生命会当拿有新耶稣基督的生命伫内底。请兄弟，咱千万要记牢一件代志：咱的主是活的，因为伊一直拢伫遐。所以虽然咱伫艰苦的中间，咱永远爱去了伫伊，因为伊是够真够活，会当互咱有气力来面对明仔载的主。第三。到底为什么基督徒爱有苦难？苦难后壁的功课是啥物？咱知影上帝伫遐，伊嘛是通信的。为什么伊看见我的苦难，我嘛伊来讲啊，主啊，你来救我，你来帮助我，伊拢无反应。
为什么要互我遮尔啊艰苦，伊阁歹出手，阁稳重起来？到底这个稳重的上帝会当信也袂当信？若是稳重的上帝是会当信的，原因是啥物？为什么伊袂较早我来显现？为什么袂较早我来讲话？较早出手？为什么互我感觉伊离我足远的？真感谢上帝！圣经内底有记载一本书，就是约伯记。约伯记内底有一个真重要的信息。如果咱对约伯记无熟的人，请咱即礼拜转去，对第1周看到42周，咱家己看，你就会当知影意思是啥物。因为我无伤济时间来解说这规个故事的对头到尾。有一个真重要的信息，就是所有属上帝的人，拢爱知影，上帝伫约伯的痛苦中，好亲像拢美起来。总是咱知约伯会陷落伫即个苦难的中间，后壁是有故事的，是有隐情、有内幕的。所以咱家己去看。总是我伫遮要提醒，就是一个咱基督徒、上帝囝儿会陷落伫苦难中，有2个原因。第一个，确实是撒旦的攻击。所以，若是咱读约伯记，咱就知，伫灵界，上帝有同意撒旦会当攻击约伯上帝囝儿，所以撒旦才有权去攻击约伯。撒旦攻击约伯，上主要就是毋望会当破坏约伯对上帝的信心，爱约伯会当去放杀上帝，通好证明上帝证明讲，上帝啊，你看你的囝会当听你，拢是因为安那有条件呢？什么条件？你祝福伊啊，你保守伊的财产啊，你互伊什么拢顺利啊，互伊趁钱啊。伊想要上帝证明，上帝，你看你的囝讲听你，拢是有条件的。而且要证明啥物？上帝啊，你看你失败啊，你对你的囝有信心，你看，这就是撒旦想要做的代志。撒旦伊就是爱伫人甲上帝中间，常常挑拨是非，伊毋望破坏上帝伫咱每一个人。上帝囝儿生命中间所做水的工作，撒旦伊要破坏上帝甲人中间迄个美好的关系。兄弟，属灵的征战，毋是停留伫约伯记尔。其实咱每一工，你甲我，咱拢面对着属灵的征战。虽然咱毋是每一个人的遭遇拢亲像约伯遮尔凄惨。总是咱千万一定爱记得，撒旦对所有属上帝的囝儿得到迄个权柄啊，伊是非常的目赤是吗？眼红，就是很嫉妒。伊讲上帝啊，我做天使，你嘛无互我什么权，遮个人算啥物？你竟然互伊遮尔阴光的权柄。所以，撒旦想要做的就是破坏每一个属上帝的囝儿，上帝授予予咱的权柄，破坏咱对上帝的信心，破坏咱的信仰。撒旦一直拢在做这个破坏的工作，莫怪有当时咱属上帝的囝儿，嘛会陷落伫患难的中间。咱来知，咱信耶稣了后。毋是一帆风顺啊，万事亨通，毋是哦。信耶稣了后，嘛毋是讲人生会当完全免去遮个苦难，毋免阁破病。咱知影，咱信耶稣了后，咱永远会破病。咱嘛知影，咱信耶稣了后，咱嘛会失业，嘛会失恋。咱嘛知影，咱信耶稣了后，咱永远会受委屈、有屈辱，互人误会。咱嘛知影，有当时咱信耶稣了后，虽然真拍拼做工，头家嘛是歪咱。信耶稣了后，也毋是讲祈祷，耶稣就马上会听咱的祈祷，
还是讲马上你想要啥物，通过祈祷，好上帝去帮咱做？毋是啊。圣经伫新约约翰一书第5章19节，咱知咱是对上帝来，也同世间住伫迄个派的。伊讲我知道，虽然全世界都处在那邪恶者的辖制下，我们仍然属于上帝。今仔日上帝稳准黑暗的权势在掌管，撒旦今仔日掌管世界，伊常常拢用逐款的患难来攻击你，也是攻击我。第二个，基督徒会拄着苦难，要学习的功课，就是爱帮助咱人命会当搁进一步。伫约伯记咱看到，事实却撒旦来证明，约伯伊听上帝并无其他的动机，因为上帝认捌伊每一个囝，知影每一个囝属灵的程度到倒位，所以上帝容允撒旦攻击约伯，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上帝伊就伫边啊点点啊在看约伯安怎受到撒旦的攻击，而且伫上艰苦的时，伊无伸手去甲伊救，而且也照着容允约伯受苦迄个艰难的中间，互约伯的灵性性命对上帝的信心搁较进步。属上帝的人拄着艰苦，是上帝所允准的。伊毋若知影咱在受苦，伊搁较伫边啊，直直在看咱。亲像我拄则讲，公园的迄个爸母看伊的细囝共款，伊稳装无出声，就是要撒旦讲，你看我的囝儿，伊对我的心拢是真正的，毋是有条件的。而且要讲到，你看阮遮的囝儿，毋是因为得到好处才来信上帝。有当时上帝无爱出声，是要撒旦讲，你看我的囝儿是经得起打击，会当赢过苦难的。上重要的，上帝稳重是有目的，就是要帮助伊的囝儿伫灵性生命会当成长进步，是要叫咱会当因为经验着伫苦难中伊的真实，互咱会当灵性搁较坚定，就是帮助咱伫灵性生命搁较进步。所以有当时撒旦来攻击咱，也是为着要帮助咱伫灵性生命哪来哪进步。所以上帝伊会容允家己无爱出声，也容允咱伫迄个苦难的中间，咱伫超车会当搁较坚定来去调伫主。请兄姐，咱对这个作者的心声，互咱看到一件代志。虽然上帝伫患难中因来稳重，因犹原相信上帝，伫咱的生命中，悲伤也是受苦的事件的背后，往往拢有稳重、真深的一个成长的礼物。在我们受苦或悲伤的事件背后，往往隐藏着深刻的成长礼物。是啊，在受苦的迄当中，咱确实无法度去发现，原来苦难就是化了妆的祝福。往往拢一定要等代志过了后，等咱回头来看，咱看见生命规个完整的落脉，也是讲咱会转变的时，咱才会发现，迄当阵受苦的事件，是咱生命中上宝贵的礼物。总是稳重的上帝，伫咱在受苦的中间，上需要伊的时，互咱会当经验到伊甲咱伫地，经验到重大苦难了后的约伯。伊伫约伯记42章第50到第60节，讲出伊的信仰告白，这是咱拢足熟的。伊讲我前耳孔听见你，打我的目睭看见你，所以我家己厌恶伫尘埃甲火虎的中间反悔。
搁伫以赛亚书30章20节到21节，伊有讲：主要互恁伫患难中有饼，伫艰苦中有水。恁的先师无搁闪避，恁要亲目看见你的先师。你偏伫左偏伫右的时，耳孔内要听见有声伫你的后面讲：这就是路，你着行伊。兄弟，上帝借着苦难，互约伯，也是互圣经的遮个作者，因的灵性性命来成长。上帝也要借着苦难，帮助咱拍开咱属灵的目睭，而且会当将咱对上帝知影迄个神学知识，会当改变做实的咱生活真实的经验。愿咱拢会当体会了解上帝伊的用心，千万毋通伫患难中咱来误会上帝。爱知影，伫上帝无意外，伫上帝凡事拢有意义。在神没有意外，在神凡事都有意义。咱所拄到的每一件代志，无一件是因为上帝在拄久无注意才发生的，因为凡事只有上帝允准才会发生。虽然有当时咱真正无明白为什么会发生，总是有一点咱爱真肯定，爱知影，这个好亲像稳重的上帝，伊比咱想象中搁较近活伫咱的身边。就好亲像沙滩上的脚印这篇文章，伊在描写一个基督徒的故事。这个故事伊安尼描写：有一个暗时，我做一个梦，伫梦中，我甲上帝做伙行伫海边。这是天顶出现我一生所经过的每一个时刻。当每一幕出现的时，我拢看见伫海边有两个人在行的脚迹，一个是上帝的，一个是我的。当我的人生到最后一幕的时，出现伫我的眼中，我回头看，我忽然发现，伫我人生中真侪时阵，竟然海边只有一个人的脚迹。我就看到，迄就是我人生上界悲伤、上界艰苦的时刻。我就问上帝：主啊，当我决定要跟缀你，要做你的囝儿的时，你毋是有应允我？你要一路甲我做伙行吗？总是我发现，伫我人生上界艰苦的时，那海边啊，只有一个人在行呢。我真无明白，为什么当我上界需要你的时，你就离开我呢？上帝回答讲：我亲爱的囝，当你在上艰苦、受试炼的时，我从来拢无离开你，因为你所看到迄个人的脚迹，迄就是我将你抱起来，我在行过的这个脚迹。请兄弟，稳重的上帝，伊讲伊家己是以马内利的上帝，一直伫咱的生命中，是咱的苦难中在陪伴咱，甚至当咱行袂落去，甲咱抱起来，来行过生命中上界艰苦时刻的上帝。愿咱每一个人会当伫生活中，若是咱犹原伫苦难中，咱就求上帝开咱属灵的目睭，看见伊直直拢伫遐，直直在看顾咱。咱做伙来祈祷。是阮听阮的主上帝，我要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阮真正要信任，阮常常用阮家己看会到，来论断上帝你有伫阮的身边，也无伫阮的身边。主，求你赦免阮，也帮助阮。当我伫人生过程中，无论欢喜快乐，无论悲伤流目屎，主，阮拢会当记牢。你是讲，你家己讲，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，就是一直甲阮同在的上帝。主，互阮记牢即个，伫阮人生的道路顶悬，无论拄着啥物代志，主，阮拢知，你拢甲阮伫地，互阮无惊吓，无孤单。
主虽然有当时即个苦难爱经历较久的时间，主总是阮知，你直直地看顾，也帮助阮伫苦难的中间，我会当有属灵功课的学习，互阮会当无惊吓，因为阮知，阮会当拄着的一切，拢是上帝你恩准。也守事屈教养开来伫阮的生命中，主啊，互阮通过遮的事件，看见阮家己生命的成长的欢喜，也通过遮的事件，互阮加做别人的祝福。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今日要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，圣诗第452首，上帝的听，太话较大，请会友3甲起立来吟。请今仔要来吟祝福诗，圣诗第513首，愿主赐福保护你。吟了，请四牧师来祝祷。会众请起立来吟。愿主赐
你，也应主必款待你。我愿恁带着以马内利、耶和华以勒上帝应允，伫恁的生活中，特别伫艰苦的中间，会当拍开属灵的眼光，领受属灵的气力，勇敢面对未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慈悲上帝疼叹，以及信心的感动甲气力，甲恁撒甲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密道声温，强受差遣。